来，先请我们李云霄老师，好不好？我可不可以来说一下？那你觉得金镶玉这个角色和你身上有相似的地方吗？其实我觉得差别也还是挺大的吧，也还是很大的。对，就是我其实拍那张剧照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拍金镶玉。就是其实也是带着曾经电影里面张曼玉老师他们演的那个形象，然后再去做了一些功课是这么拍。那个时候都是我们娜娜老师他们在拍，然后所以就是也像君君刚刚说的，就是去捕捉那个角色身上跟自己或许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把它给放大。好的，那么我们徐老师也想问问您啊，就是这样吧，我问问您，如果有相似的地方，您跟我们讲讲您和这个角色的故事；如果没有的话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排练的故事？因为刚刚他也说您是最早进入到我们这个金镶玉的排练当中来的，怎么是？不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组如果说排练的话，就是我们。这一组呢，就是当时接到这个正儿八经要演出的这个时间，它很短，很仓促。不能说排练的事情吧，就是说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吧，这样可能比较好。对，就是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能遇到这么一个空间这么大的一个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金镶玉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她不是说某一点，她很丰富。而且每个人可能演的风格她都不一样。如果说我要用几个词语去形容它，我经常说我要用动物去形容它。我觉得它小白兔、大灰狼，还有呢小狐狸。对，就是我觉得它身上有很多很多这种特质，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它就是用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在过着他自己的江湖。刚刚娜娜老师说了一句，她说。金镶玉什么时候要被贾婷选过了？对，金镶玉的世界里面，她就是她自己。对，这个是我最喜欢她这个角色的一点。游戏江湖的感觉。游戏江湖，但她的游戏之下，她藏着一颗非常侠义的心，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是的，来，我们娜娜老师，你对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肯定很多跟云霄是相同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刚刚我们云霄可能没有说到的地方，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更独特的理解？其实我们排这个新龙门客栈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短的，就是他们这一组可能比我们还要短一点，但我们其实也是很短，就是在彩排之前就是一直是在排景对光这一方面可能就是时间更长一点，然后我们这一组的话也。就是导演阐述我们也没有听到，然后当时的时候也是就是自己就是去看原来的电影啊，张曼玉老师演的那个金镶玉，然后就是去捕捉一些金镶玉身上的一些东西，对。好的，今天呢也想替现场的各位朋友，包括线上啊，我们也有很多中央广电的朋友正在观看啊。那想为他们谋个小福利，想听我们每个人唱一句《新龙门客栈》里面的一小句，可以吗？那就为大家唱那个金镶玉的出场，大漠无情。谢谢。大漠复兴一片天，雨河边苍泪涟，苍泪唱个第二场吧，唱个周华安见面的时候，唱一段什么？不要，唱一个哪里来的小淫贼？哪里来的小淫贼？夜半偷香半长大，长得什么与人样？门儿不走，苍耳把。再
明你们到现场来听。我给你们唱2句，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贾婷的几句自述吧。我本夫家父亲生，是那3岁，是那姓陈，是那姓陈。好，谢谢，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是一个各位老师和戏迷沟通的时间。那么我们先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舞台上的话筒，拿到我们的观众席的位置上去啊。对，我们现场有一位工作人员老师。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先给2个问题吧，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有没有想踊跃举手的，想跟我们现场的哪位老师沟通的？2个机会，现在就可以举手了，好吗？哎呀，你们啊，怎么有个小朋友举手？没事儿，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带着花来的，肯定是刚刚我们欢呼声这么大，肯定也有很多想和我们现场各位老师说的话，单纯表达一下赞美也可以啊。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也可以，来，我们给一个机会，看看有没有举手的朋友。来，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对，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把我们的话筒递到我们这位小姐姐的手中。小姐姐，你稍微站一下，去拿一下她的话筒，谢谢。几位老师好，我想向李云霄老师提一个问题。就是在金镶玉这个角色啊，就是在演绎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在不断的推进的剧情里，还是有一些摇摆的。包括到大婚的这个剧情里的时候，他还是在跟塔尔在说，就是要把他们俩都抓起来。我就很想问，就是老师们在演绎的这个过程中是，金镶玉是在哪一个节点说真的是付出了真心，还是说他还是？只是有一腔热情，这样我想听老师分析一下他摇摆的这个过程。李云霄老师，我不认为他在某一个阶段，我不认为他有一个点去付出真心，因为真这个字本来就是金镶玉他内在的一个品质。其实他决定要去救下那婴儿的那一刻，他就是真诚的。我觉得这个真心不是爱情的真，而是他这个人本身的一个赤子之心。我要这么去理解他。其实在这个整一个他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他在龙门客栈里面的整一个任务，他最大的一个任务，他并不是和周华安之间的感情线，这个可能只是某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人他做的这件事情，我要帮他去做点什么，或者说我自己本人我要去做点什么。包括所有的摇摆也好，他其实也是在因为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金镶玉原本的人生的这个规划里面，他不愿意，他永远不如做个世外神仙，他可能是这样子这种心态。但因为比如说遇到了周华安，或者说邱莫言的死等等等等，其实也会改变他。我觉得就是在一个过程中不断反复，这是最真实的一个人性，也是他最鲜活的点。这是不是说在某一个点啊我就决定了。跟我们本人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候决定了一些事情，他也会反复嘛，对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问自己的内心啊，或者去判断，身边场上的角色和他在经历的那些事情，他才会最终去做了一件事情。他肯定一开始不会想到去烧自己的客栈的，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老师。好，谢谢。那我们再给一个提问的机会吧。来，有没有朋友想要举手提问的？来，这边有一位，这边。对，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稍微加快一点脚步。来，小妹妹可以站起来接一下我们的话筒。想问一下陈丽君老师，什么时候新龙门演周淮安？这是可以问的吗？这是可以问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可能也不太知道。对，目前呢，暂时的计划呢是还是演贾婷。你贾婷已经看够了吗？没看够，看够了，没看够，没看够。
还没想到 B1呢。对，在未来的机会里，应该是会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接到这个《新龙门客栈》的任务的时候，我的角色其实安排给我的是周淮安，但是因为这样那样各种的原因呢，我就出演了贾婷。其实我觉得出演这个贾婷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也是拓宽了我的一种我之前的所接触的一些角色的一个拓宽了我的戏路，因为我曾经的角色都比较正派。第一次接受到这种亦正亦邪的这个人物，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在这个戏中体验上面，我还没有做得非常的丰满，我觉得我对自己其实还没有到达满足的状态，所以呢，我还会在继续的这个排期当中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再充实自己，我再去再发展一下，我还有什么的可能再去挑战周淮安。妹妹她说她抢到 B1了啊，想到我想啊，她想去抢 B1 座位 B1，那你加油。跟你互动的那个哦。好的，谢谢，请我们工作人员将话筒收回。那么我们说这个奔赴呢，其实是双向的，其实也很想问问各位老师有什么想对我们各位戏迷朋友说的。